9月29日星秀節目，備受網民歡迎嘅陸卓謙同冼奕如同時出局，令網民大跌眼鏡。兩位跳唱型偶像參加者，唔知係咪揀錯歌，未能發揮到佢哋嘅強項。陸卓謙只有一位評判揀佢，而冼奕如更加係冇評判揀佢留低。雖然如此，兩位咁具潛質嘅後生仔女又點會到此為止？佢哋兩個分分鐘係率先出道嘅星秀成員。等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哋兩個嘅故事。陸卓謙同冼奕如自小認識，兩人生日只差一日，分別係 Jeffrey 2008年10月17日同10月18日出世嘅 Jasmine。參加星秀之前，佢哋已經喺10歲嘅時候一起被挑選參演林子祥演唱會，其後佢哋又不約而同地參加星夢 Junior， 再巧合地選讀了星格流行音樂學校。Cause in a last 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un second light, shining through the city with a little funky soul, light it up. Don't you say, don't you say it, don't say it, don't you say it. One breath will just break it. So shut your mouth and run me like a river. Shut your mouth. Jasmine 同 Jeffrey 係參加星秀之前，估計已經接受最少7年嘅歌唱同舞蹈表演培訓。佢哋參加過大大小小唔同嘅表演同埋比賽。2022年兩日首次登上無線電視舉辦嘅星夢 Junior， 不過佢哋當時嘅表現唔算突出，未有喺星夢 Junior 獲獎，並冇打擊兩人對於娛樂事業嘅期盼。相反，兩人繼續接受唔同嘅訓練同埋累積演出經驗，讓日後表現更成熟，抗壓力能力更高。Jasmine 係星格10週年演唱會更加獲得星格未來新星大獎，由師姐嚴明熙親手頒發。紅玫瑰嘅 Jasmine。Mixer 你真係Jeffrey 同 Jasmine 出道前已經訓練有素，估計表演次數可能多過100次，參加星夢入圍當然冇難度。Jeffrey 同 Jasmine 參加星秀時年齡只係16歲，無論顏值、年齡、跳舞、經驗，都符合成為一個偶像嘅條件。默默地處後亦從來沒怨鮮花，然後種出大河，層層疊的進化，摩天都市大放煙花，燃眼煙花，隨着記憶落。當17歲嘅陸卓謙企喺星秀舞台上面，181公分嘅身形即刻從25位參賽者入面彈咗出來。而家嘅樂壇早就唔淨係聽聲音嘅年代啦，外形出眾可以瞬間拉近同觀眾嘅距離，佢就啱啱好有呢份優勢。少年嘅朝氣令表演充滿可能性，挺拔嘅身形又令每個舞台動作都更有感染力。無論係慢歌嘅溫柔定格，定係熱舞嘅利落走位，都令人唔由自主將目光留喺佢身上。憑住識唱歌、識跳舞又識樂器嘅全能條件，冼奕如完全有潛力成為新一代唱作跳歌手。
年輕就係佢最大嘅本錢，將來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同可塑性。透過星秀呢個全國性平台，佢會積累更多人氣同關注度，為之後正式出道鋪好路。台主覺得兩個其實唱得唔算好差，整體表演令人睇得賞心悅目，唱功當然有待改善同進步，只係對戰形式同為咗增加討論性，將 Ryan 同柯宇飛兩位大熱冠軍跌落危險區，無疑係 Jeffrey 同 Jasmine 出局嘅好大原因。另外台主都係覺得 TVB 今次唔再揀學生成為星秀前10強，係因為始終中學生未能配合電視台工作宣傳安排。再者 Jeffrey 同 Jasmine 都係來自星格，師姐嚴明熙同任海晴同唔簽長約，就意味着 Jeffrey 同 Jasmine 眼界都可能不止在無線。完成咗星秀節目， Jeffrey 同 Jasmine 已經準備好同粉絲第一次出道嘅聚會，就係佢哋喺10月19日聯合舉辦生日會。呢個生日會由佢哋官方 Fans Club 合辦，仲喺酒店舉行，年紀少少就咁有計劃同組織性，你話背後冇人教路同支持又點會信？台主喺呢度祝福 Jeffrey 同 Jasmine 星途發光發亮。